老友記你好啊！今日咧我哋介紹嘅食材咧就係小米。小米咧有好多好處㗎喎，佢可以穩定血糖，促進腸道嘅健康，仲可以幫助睡眠，提供豐富嘅蛋白質、維生素 B 群同埋礦物質嘅。咁佢係屬於低升糖指數嘅食物啦，咁好適合糖尿病患者用㗎喎，咁又可以改善呢個消化系統嘅。咁同埋小米咧就不含麩質，對於麩質過敏嘅人士咧係好好嘅替代品嚟㗎。咁小米咧佢嘅蛋白質同埋豐富嘅纖維啦，咁又有維他命 B 群、B1、B2同埋礦物質鐵、鋅、鎂。咁佢除咗穩定血糖之外咧，佢仲可以改善睡眠，保護心血管。小米咧含有不飽和嘅脂肪酸，有助降低壞膽固醇，預防心血管嘅疾病，所以有抗氧化同埋美容嘅功效。除此之外，佢仲可以補氣血養生嘅喎。咁小米粥啊嗰啲咧有米油咧係好有滋補嘅作用㗎。咁適當嘅時候咧，得閒咧煲粥啊、煮飯咧，加少少小米落啲米飯度，咁就有補益㗎啦。各位朋友，如果喜歡我呢條片嘅，請 subscribe、share 同埋 comments啊，拜拜。